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希呢個頻道。今日介紹一間西貢半山區3樓連天台700尺兩房，其中一個套房嘅單位，租金17500蚊。呢個單位4面單邊，露台做咗落地玻璃，採光度非常好。呢個套房由於業主已經做咗3層清潔，所以可以叫做即刻入住。同埋呢個單位可以養寵物。洗衣乾衣機，真係可以話基本需要用嘅電器都有晒。再加埋業主已經安裝咗呢個密碼鎖、指紋鎖。呢個單位啲燈飾簡約得嚟，帶點時尚感。另外業主仲包埋個紅酒櫃。呢個單位可以車泊樓下，包埋個車位。如果揸電動車嘅朋友都唔使驚，因為呢個單位安裝咗3相電，可以自行安裝充電。車泊樓下，有興趣嘅 WhatsApp 或者打電話聯絡我。多謝你收看呢個頻道。